观众朋友，早，欢迎收看10月2日早起新闻，我是朱永晓。咱先来关心第57届嘅电视金钟奖，这摆是头一届甲典礼分做2日，昨是颁发节目类，今仔日是戏剧类。主持人露露伫6月8届了后，伊总算以婚礼歌手和女主角黄子佼做伙摕到综艺节目主持人的奖。另外，大嘻哈时代南岛起源摕到3个奖，因是这届摕到上侪奖的节目。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，幸好还可以坚持当时的信念。第57届电视金钟节目类颁奖典礼，光良用歌声向幕后的工作人员致敬。这届金钟第一遍将典礼分做节目加戏剧2天来办。艺人露露、黄露子英伫咧6月8遍了，总算以婚礼歌手跟黄子佼最近摕到综艺节目主持人奖。今年刚好是我入行第10年，然后我其实每一年坐在第一排的时候，我都觉得离台上很近，但是我很开心，我扎扎实实的花了10年，从第一排走到这里，让我知道其实主持这份工作是非常神圣的。今年金钟新增加上有人气综艺节目奖，由阿吉拉担任颁奖人，并且由综艺算正大摕到。这边大嘻哈时代加南岛起源拢摕到3个奖，并且摕上侪奖的节目。其中大嘻哈时代更加是破败小 S 加黄子佼等对手，摕到上尾的综艺节目奖。谢谢主持人，谢谢所有第一届的66位选手，这个舞台是为你们准备的，然后也谢谢你们成就了这个节目。艺地加实境节目主持人奖是杨惠妹、施明帅、温真菱、林柏宏的阮3个三摕到。评审团认为因4个人用个人的身份伫咧节目中演出，互相补对方的无够。我们要传达的呢是不只是娱乐，还有呢就是在社会上不同的价值，跟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情感。也那今年的特别贡献奖是颁予陈君天加张宗晴。这届金钟奖总共有1976件作品参赛，评审经过3个月讨论，选出244件作品，要来抢48个奖。分做2天颁奖，也予幕后的工作人员有被看到的机会，时间的运用也更加弹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原来这届金钟奖特别贡献奖有2个人，其中一个是资深的广播电视人张宗莹，已经85岁啊，要搁咧主持节目推广台语。张宗莹上台致辞表示，伊想要感谢干那伊家己，因为这一切拢是靠家己。因为记一句话就是叫做最好努力是自己，一切靠自己。台湾有一句俗语讲：看图面唔通看人面，看人面袂可，看图家己流汗出来就去种做出来食还在。看图面唔通看人面，所以我只有感谢一个人，我自己，感谢我家己。已经85岁张宗莹亲身来领奖，底下有真侪人也钱来也的亏欠甲伊致敬。张宗莹专程用台语致辞，伊表示伊对1958年开始做电影编剧。伊是以武侠戏和钱来也这个角色同人知，即马也搁咧主持水文解语台语传真的节目，无靠别人，所以伊要感谢的是伊家己。张宗莹对台语的付出，对播音界、都有电视界、电影界和台语歌拢有，伊伫拢伫咧台语的业界拍拼，实在互人真钦佩。莫过于来自孤。接下来，咱来关心天气。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北台湾是要变大雨。气象局也针对红头树发布大水豪特报，基隆的北海岸、宜兰的地区和大台北的山区拢是大雨特报。咱做伙来看分图。今仔日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外围温系影响，水气较高，东北部阁有东部地区、基隆的北海岸和大台北的山区拢有阵雨，而且会落局部的大雨，愈暗雨会愈粗，要注意防山、溪水岔流。气象局针对红头树发布大水豪特报，
宜兰的北海岸、宜兰、还有大台北的地区、山区发布大雨特报。温度方面，伫日时的高温有28度到30度，和暗时的温度是有差。明仔载东北季风会变强，又搁要变寒，观众朋友得要注意。寒天特别到啊，即马唔有武汉肺炎、流行感冒，佮有一种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， 2岁以下囡仔尤其要特别注意，会出现嗽佮喘袂过气的情形。医师表示，对付这款病毒，家长照顾囡仔时，得要接洗手，唔通摸来摸去。气温直直落，天气真是转凉啊！民众除了面对新冠疫情、流感2种病毒以外，即马还有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， 而且开发生伫2岁以下囡仔，主要症状有咳嗽、喘袂过。对具有生命威胁性都是在12个月以下的婴幼儿感染到呼吸道融合病毒。那同时，这个病毒也是小朋友最常见引起哮喘的这个病原体，会造成气道的一个紧闭，尤其是早产儿当然这样的一个族群它可能会造成一些生命上的危险。医师表示，呼吸道融合病毒无特效药啊，建议家长照顾囡仔，若要抱囡仔进前，一定要换衫洗手，尽量避免到人济较客公共场所。国内新冠本土疫情连2天拢达到4万例以下，日益增加37196例，本土个案其中新北市上济，增加6861例。另外，确诊个案当中增加78例死亡。当中上少年是1名30多岁男性，没有接种过任何一剂的新冠疫苗，本身是有慢性的糖尿病史，有在服药。那这个他是在10月10号的时候，因为有头晕、酸痛，还有盗汗的症状，那到诊所这边进行快筛阳性确诊。另外，增加重症286例。加一个儿童重症密斯，到目前国内5岁以下囡仔重症密斯个案已经有100例。虽然目前疫情依然在高原期，不过看起来是往好的方向在行，也互各界议员关心是不是取消公共场所绑体温的规定。体温的量测，它在很多的这个指引里面都有，我们也要看这个整个推下去的时候，它的指引的相关的修改，这些都在做准备当中。那适当的时候就会跟大家宣布。新冠肺炎什么时阵会调降做第4类法定传染病？确诊者估计7+7是不是有希望调整？王必胜表示，到11月1日投票日的时阵，应该还未到降级程度。指挥中心议员在讨论当中，记者综合报道。接来带你来看早报重点，咱先来看联合报。U23世界杯棒球赛，台湾队将对阵墨西哥，拍到延长赛8局，以1分比2分输球，和冠军战无缘。因为墨西哥和日本还有南韩，伫复赛拢是赢3场输1场，咱是赢2场输2场。不过拍入去这个季军赛，已经是台湾队历来上好的成绩。接下来，咱来看自由时报。根据交通部的统计，最近5年有2000多位12岁以下囡仔伫上课放学的路途当中死伤，落倒就占5成。根据民间基金会调查，家长是烦恼讲车开伤紧，有路无适合囡仔行等等的问题，呼吁落倒的市长候选人得要看重这寡问题。落尾咱来看中国时报，去年6月份高雄有一家火仔确诊。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认定讲，因挑工唔讲去倒位妨害防疫的工课，所以应该罚到上重的30万。民众提起行政诉讼，高雄地方法院是认为讲，这个火仔无做啥，卫生局也无互因解释的机会，就甲因罚到上重。因安尼判卫生局爱刑30万，卫生局表示会提出上诉。11月2日就要办地方选举啊，因为中选会公布讲，确诊者袂使出门投票，互人质疑讲是违反宪法。中选会也搁再强调讲，这是无违反宪法。不过时到可能会有30万个确诊者无法度去投票，指挥中心也有咧考虑讲，要缩短隔离的时间。有立委就呼吁讲，得要参考南韩分流投票的方式。不过南韩呢，是因为因免伫户口地投票，佮有紧急修法。和台湾的法律无同，才会使安尼做。中选会顶一日公告，确诊者袂当出门投票，引起危险的疑虑。中选会搁一届声明强调讲，照大法官释字第690号的解释，传染病防治法隔离的措施并无违宪。不过，就烦恼11月2日，可能会有30万的确诊者受到影响。指挥中心讲，居家隔离的时间可能会当调整，互搁较侪人会当来投票。我想答案是肯定的，就是说。
假设我们的这个现在的确诊的趋势是往下的，我们疫情能够到比较稳定的状态，那么我们还会做对这个管理的措施做这个调整，确诊者的隔离的天数，这个我们也是在考虑当中。不过，就算把隔离的时间缩短，确诊者要是无法度出门投票，朝野立委拢要提出比较南韩的模式，让确诊者甲一般的民众分无同时间来投票。南韩3月份总统大选都用分流的模式，确诊者伫咧一般民众投票投了后的点半钟内去投票。活动的范围限制敢若会当往会议的徛架甲投票所，而且袂当搭大众运输工具。虽然有出现部分招招的状况，不过根据南韩记者的观察，会当顺利完成投票的原因，除了南韩已经有事前无在籍投票的机制，国会通过紧急修法嘛是关键。韩国的这个部分。那当然也提供了国际的借鉴。那我们国家的这个部分，是因为要依据法律的这个规定来执行选务。中选会表示，南韩有特别设投票所、甲提早投票等等的法源，甲台湾的情形抑佫有结果是无同款。指挥中心防疫措施若是调整，选务机关嘛会配合随时做检讨，甲调整选务防疫的作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后个月26要投票，昨夜流出候选人的号码。台北市长的参选人蒋万安，伊是抽到6号，黄珊珊是8号，陈时中是12号。台北出文，台北，台北12区全体陈时中。对应号码的固定赢画出吉祥话。年底9合1大选，台北市长的部分拢总有12个人登记参选，是6年来人数上侪一届。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、民进党陈时中、无党籍黄珊珊，日一透早拢亲身参加抽签。不过拿赢一直伫讲，政府购买的高端疫苗计数，甲高端公布的计数差超过6亿，点名陈时中爱讲好清楚，若无要依法提出告诉。相关的价格管，我想不管是主计或审计那边，还有我们的卫福部，应该都会把它讲清楚。好像他昨天有出来说明了。选战进入最后阶段，弃保问题一直出现。进前是亲民党籍的前台北市副市长郑家基，20替拿赢市员徛台时阵，表明挺蒋万安，也引起外界伫想讲，两党的心结是不是佫出现？我会持续的加倍努力。也绝对不会辜负邓副市长对我的支持，未来有机会带领台北市越来越好，也会找时间不时的向邓副市长请益。不用去联想的过多，我们就是觉得要争取每个人的支持啊，但是不需要去把人家贴标签。他在那个场合无可厚非吧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立场嘛，所以最重要是候选人自己啊。若是是不是会烦恼弃保会出现？黄珊珊安尼表示，袂因为一个事件导致这种的解脱，大家拢伫争取上济的市民认同，若做也是会弃保，都是疏忽人民的智慧。大部分的选民拢是无选党是选人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新北设置的碧竹街因为大水雨害山架放落来，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到现场视察，伊也讲到新北的耶诞城今年要扩大举办。不过，对手林佳龙就批评讲，这个耶诞城造成塞车的问题是邦桥人的恶梦，得按换所在举办。市长，你要替我们主持公道。真侪受灾好出面进前是指不积极进前，因为大雨山看放弃，尤其顶悬是高压电塔，互居民心惊惊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日去现场，顺势在后复原状况拄好拄着落雨，居民关心高压电塔补强甲徛架结构安全。侯友宜强调，这全都是来解决问题。请我们的结构技师每一户再去鉴定，房子到底有没有危险，让民众能够安心。同时，在结构补强的方面，我们尽速把它做到位，这才是我们负起责任的一个态度。向新北欢乐耶诞城要伫11月11开城，一直到明年1月7日，得到全球50大上展耶诞活动。侯友宜看这是重要政绩，今年扩大举办，不过对手林佳龙批评耶诞城带来交通问题是邦桥人的恶梦。新北市这个地方来办，享有定点的知名度。就跟威尼斯的嘉年华、德国的啤酒节，甚至八卦时代广场的花莲活动一样，这是新北市的城市典范的行销。特别呢，又把预算加倍，而且呢，这个时间呢，提早进行，
在选前半个月就来办今年的耶诞城活动。那我们没有看到有相对于过去新的这个交通安全的维持计划。另外，新北市选委会之一举行抽号码，双方阵营拢派人代抽。林佳龙抽到1号，画出新北一定赢。侯友宜按照顶一前参选抽到2号，表示好好做代志。一定爱翻新大家呢来推动新北大翻新，那人民一定赢。林佳龙第一摆用车扫行程，为棒球出发，针对总统出门选前至少副选徛台10摆。伊表示，蔡总统就是新北市民，高度重视新北选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际消息，咱来看非洲中部的国家，就是查德，拜是爆发最近上严重的抗议事件。民众是不满军政府甲选举延后，伫首都阁有足侪城市拢咧抗议争取民主。结果军方煞是出动手镇压，害至少60个人死去。国际拢咧谴责军政府的行为，毋过查到政府煞是讲，这是因咧镇压武装叛乱。路烧物件甲车大声喊争取民主，非洲东部查德拜是爆发大规模抗议，包含首都恩加美纳在内真侪都市，拢大批民众上街落抗议军政府延后选举。军方判断是因为现任总统马哈马特无实现上台进前承诺。马哈马特是前总统德比的后生，2002年老爸被叛军暗杀了后掌权。伊原本答应伫18个月过渡期了，对转型做民主政府，毋过煞伫这个月初宣布将选举延后2年到2024年10月。部分的群众上街落示威，毋过军队使用催泪弹，甚至枪支镇压群众。这是查德这几年规模上大的抗议行动，也是上严重的流血冲突。民间估算，包含军人在内，已经有至少60人在抗议当中不幸死亡。官方公布死亡人数是差不多50人。对百姓和平抗争遭到政府强烈镇压，包含法国、非洲联盟甲联合国拢表示谴责。We call on the authorities to ensure that the security, safety, and human rights of all Chadians, including the right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, peaceful assembly, and association, are respected. 不过，军政府则表示，这是叛乱人士的武装行动，部队使用武力是合理自卫。当局当时宣布宵禁，一直到爆发抗议的都市恢复秩序，不过并无直接回应群众争取民主的诉求。公司新闻7万人评价。Netflix 有一出影叫《王冠》，咧讲英国王室的故事。即马第5季也被放送，争议就真济。有人就批评讲，这出戏甲谣言、佮历史拢难做一伙，呼吁 Netflix 得要加上免责的声明，也就是强调这出戏的内容拢是编出来的。Have royal scandals damaged the country's reputation? The House of Windsor should be binding the nation together, setting an example of idealized family life. 过2年 ，Netflix 影集《王冠》总算搁演啦，后个月要播出第5季。这出真侪人爱看的作品，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做主题，讲伊在位时期的王室。第5季重点放伫伊和戴安娜王妃离婚前后的经过，也未播出就话题不断，批评的声音嘛未少。I won't go quietly. I'll battle till the end. 王冠第5季伫讲1990年代的王室，女王安怎处理温莎城堡的大火，也甲查尔斯甲戴安娜的婚姻。议题本身敏感，女王搁拄啊过身，所以这个剧情特别引人注意。英国老牌影星朱迪丹契20公开批评王冠部分事实甲谣言，海外的观众强行甲戏剧当作真实，尤其剧情暗示女王对囡仔的养育方式无好，甚至可能会互判入狱。这种的指控粗鲁阁无公平，伊呼吁重新考虑伫片头加入故事纯属虚构的免责声明。It feels it's all about to erupt. 无认同这出的也阁有前首相梅姐，第5季会出现梅姐甲查尔斯王储伫对话，好亲像伫参详要安怎互女王退位的内容，互梅姐真不满。伊16特别否认有类似的谈话，剧组人员嘛无找伊查证，这出戏根本就是胡白讲。Our glories belong to the past.
and the world will move on. 面对这个批评 ，Netflix 表示，《王冠》是根据历史改编的戏剧，经过详细考证审查。1990年代对王室来讲是一段艰难的时期，不过无代表历史就会予王室无好的评价。但是是不是要加免责声明，暂时无回应。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。咱来看一出以新竹在地历史黑蝙蝠黑蝙蝠中队所编的音乐剧。因经过3天多的准备，要伫新竹演艺厅来搬演，因用歌声甲剧情感动人的故事唱互你听。故事是对一张老相片开始，女主角回想起过去所经历过的代志，带观众回去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因为性质等等的原因，恋情一开始受到厝内人反对，后来男主角搁派去战争，女主角期盼伊平安回来的心情。以前那一个黑蝙蝠中队的那个背景里头，一个飞官跟一个台湾女孩的爱情故事，应该是说生活故事，然后借由旧时代的一个背景，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说，在那个时代，其实台湾有很多在地的人情故事。那因为大时代的转变，而有一些情感的纠结。透过文书资料，佮访问黑蝙蝠中队队员佮家属，佮再经过专家学者合作，才完成剧本，而且佮找在地合唱团来参与，要用歌声唱出新竹的美丽故事。城市的居民如果能够认识自己在地的历史文化的话，一定会对这个城市产生更大的认同感跟光荣感。所以说，怎么样让这些文化故事能够透过转译的方式，能够让更多的民众更加容易亲近了解。从来没有这么心生不宁。这是新竹市文化局第一出完全的音乐剧，透过长期收集文书记录甲丰富的资料，要用表演的方式呈现时代记忆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咱做回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资料。伫基隆到新竹是23度到29度，对苗栗到云林是21度到32度，对嘉义到屏东是22度到32度，宜兰花莲台东是23度到29度。天后金门马祖是21度到28度。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，我是朱永晓，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。